千万的电影《1895》描写马关条约签订后，台湾割让日本，客家军奋勇抗日的故事。女主角杨锦华的演出不仅克服客语发音的困难，还有不一样的视野。其实是在讲一个战争的片，可是我觉得很特别，是它是以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战争的片。 杨锦华饰演的黄贤妹曾遭土匪俘虏，流言不断议论她的清白，只有男主角吴汤兴相信她。我喺土匪年輕，唔係幾條好命工嘅傳說。日軍登陸台灣後，吳湯興受徵召，組織民兵抗日。黃賢妹選擇大無私的全力支持。所以那場戲其實對我來講印象還蠻深刻的，因為我真的會害怕說，哦，我可能你出去之後。 我可能之後我再也看不到你，那可能是我的最後一眼。男女主角的激情戲道出大時代下愛情的無奈，短暫相聚的下一刻，可能就是天人永隔。只能給支持，只能給安慰，只能給愛更多。楊錦華詮釋客家女子的堅毅，以愛織成的網，給丈夫綿密的支持。愛，我愛你。 愛愛你，愛愛你。